环视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。有没有全家大小准备学客家话呢？今天第一句话是要说下午2点要开会，准备好了吗？下午噔噔哈猪哈猪，对，这就是下午哈猪。2点怎么说呢？2点2点，有跟着念吗？下午2點，下午2點，下午2點，愛開飛，愛就是要不要那個要，還記得嗎？愛開飛，開飛就是開會。準備好忙，準備好了沒呀？準備好忙，準備這是什麼？準備，對，音很像哈。後忙就是你準備好了嗎？下午2點愛開飛，準備好忙。哎呦，你念得好棒，有天分，有天分。下一句咯。哎呀，我的電腦壞了，資料都不見了。這句話怎麼說呢？我的電腦壞掉了，我的就是我的，電腦就是電腦，電腦壞掉了，壞掉了。資料都唔見掉了，資料就是資料都唔見掉了，資料都不見了，怎麼辦呢？我們讓馮玉剛告訴你怎麼辦哦。下午2點開開飛，準備好嗎？啊，我嘅電腦壞掉了，資料都唔見掉了。抽考，電腦怎麼說？天哪！對了，還有，那壞掉了怎麼說？壞掉了，安慰。徐薇老師好高興哦，我們下回見嘍，拜拜。